就可以了。你们都来听一下有没有道理。第一，搞定他们的男人，让男人呢都去追求一种阴柔的审美观，彻底的失去阳刚之气，留长头发，化浓妆，比女人还要美丽。只要他们失去了血性，那么就不需要再战，就可以不攻自败了。第二，拿下他们的女人，去请专家大 V 写文案，传播毒鸡汤。这个毒鸡汤就叫做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，男人负责赚钱养家。本国的女人都觉得本国的男人配不上他们，让他们呢瞧不上他们自己的男人，幻想着嫁给老外，让他们的结婚率下降，离婚率上升，逐渐的失去道德底线，毫无羞耻心。这样就没有人再生孩子了，就算生孩子也是和老外去传宗接代了，他们就没有后代可以延续了。第三，毁灭他们的儿童，买通公资，在他们的教科书上动手脚，丑化教材插图，更改他们的教科书，去歪曲他们的历史，贬低他们的文化，干掉他们的英雄，让他们的小孩从小就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排斥，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国家。简单吗？就这几步就可以让一个民族彻底的灭亡。文化战争早就已经打响了，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。现在还有多少